各位小朋友、同學仔，大家好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，就係北宋時代嘅一位神童方仲永嘅一生。你哋有冇聽過一句話叫三歲定80？係1000年前有一個神童經歷過呢一切，而且結局令人心痛。故事開始啦，佢個名叫做方仲永，北宋江西金溪人，屋企世代務農，連支筆都未摸過。但方仲永5歲嗰年，佢突然喊住要紙筆，爸爸急急忙忙借咗嚟。之後方仲永即場寫咗一首詩，內容係講孝順父母同埋團結宗親，內容文理通順，連村入邊啲秀才都睇到合唔埋嘴，成條村當佢係天降奇才。之後每日都好多人拜訪方仲永，佢爸爸見到每日都有人排隊請佢哋父子飲茶，又有人出錢買詩，仲有人高價請仲永去表演。於是方仲永爸爸心諗，與其送佢返學堂慢慢讀，不如帶佢四圍表演賺快錢仲好。於是日日拉住個仔周圍應酬表演收利是。一轉眼，方仲永已經12歲，每日如是。而期間有一個13歲叫做王安石嘅少年，佢跟住舅父返鄉探親，聽聞附近有個神童方仲永，5歲能寫詩，7歲技經四座。王安石就非常好奇，聽完方仲永即席作詩之後，在場嘅大人即刻拍手，仲舉起手指公讚，厲害啊！方仲永真係才子。但王安石聽完之後，發覺冇新意、冇情感、冇鋒芒，就好似背熟咗書、填詞交差咁。又過7年，已經20歲嘅王安石已經考取功名，仲準備上京做官。當佢再返鄉時，順口問起方仲永而家點啊？當地人輕輕搖頭，語氣平淡，近乎冷漠。哦，仲永啊，日日耕田，日落就返屋企食飯。而家同條村嘅其他農夫冇分別㗎喇，而家冇人再叫佢作詩，冇人記得佢5歲寫過嘅佳句，連神童呢個稱號都變咗茶餘飯後一句笑話。可惜，可惜。王安石聽完之後，好耐都冇出過聲，佢非常痛心，一個本來可以改變命運嘅靈魂，因為冇人願意陪佢讀書，引導佢成長，最終被時代靜靜吞沒。於是王安石提筆寫下《傷仲永》呢首詩，唔單止為方仲永而傷，更為天下所有有天分但冇機會或被短視所耽誤嘅孩子而鳴不平。各位同學仔同小朋友，你哋又明唔明白故事裏面當中嘅意思呢？方仲永唔係自己放棄，係整個環境放棄咗佢。佢父親貪眼前小利，鄉人只識追捧，社會冇支援機制。結果，一個可能成為國家棟樑嘅人，終其一生只係一個默默無名嘅農夫。所以王安石寫傷仲永，表面傷一個人，實則係想警醒後世人，莫讓天賦死於無知與功利。如果鍾意小林爸爸講故事嘅影片，就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 啦。仲有撳一下個鐘仔，咁樣下次一出新片就會通知你㗎喇。多謝各位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